中國歷史上有幾多個女皇帝？答案只有一個，而且正史蓋咗章嘅，只有佢武則天。有人話呂后掌權啦，慈禧垂簾啦，佢哋唔算咩？唔算。呂后再狠，佢用嘅係稱制，代皇帝做嘢，但龍椅佢冇坐。慈禧再勁，佢用嘅係垂簾，喺簾後面，名分上仲係太后。只有武則天，公元690年。直接坐上龍椅，改國號做周，自稱聖神皇帝。呢個唔係代班，係轉正。更重要嘅係正史認佢，舊唐書、新唐書都俾佢單獨寫咗則天皇后本紀。知唔知本紀係咩嚟？喺24史入面，本紀就係皇帝專屬 VIP 包廂，只有皇帝先入得。史官歐陽修、司馬光呢啲人，嘴上面話佢散堂，但手上就好老實，該俾嘅皇帝牌面一啲都冇少俾。咁點解只有佢做到？3個關鍵詞：第一，時代紅利，唐朝風氣開放，女性地位高，公主可以改嫁，寡婦可以再婚。武則天擺喺宋朝以後根本冇唔到頭。第二，個人能力天花板，14歲入宮，32歲做皇后，67歲稱帝。佢熬死咗2任皇帝老公，鬥垮咗關隴貴族，親手搞咗個酷吏時代，心狠手穩命硬。第三，政治手腕，佢搞科舉，從寒門修聖事錄，打破咗氏族壟斷。佢俾老百姓有上升通道，所以底層撐佢。佢甚至俾自己起咗塊無字碑，功過是非，你哋後人自己評。呢份底氣，歷史上冇幾個人有。當然，佢晚年被逼退位，死前去咗帝號，改返做皇后。但注意，呢個只係名號變咗，唔係歷史地位被抹掉。唐朝後世皇帝依然以皇帝禮儀安葬佢，由唐到清1000幾年，所有正史都將佢列入皇帝本紀。你可以鬧佢心狠，但唔可以話佢唔係皇帝。中國歷史上垂簾聽政嘅女人唔少，但真正住上龍袍，坐上龍椅，俾正史寫入皇帝本紀嘅，只有武則天一個。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